塘市拢总有26749个路边的停车格啊，按算上紧伫咧明年就要全部改做智慧开单收费的停车格啊，嘛要透过 APP， 互民众会当更较方便找到车位。这种影视辨识的车条啊，会当侦测是毋是有停车、甲车号，车一停好就开始算钱。一若地面感应器这种，只敢若会当知影是毋是有车停，无都知影车号，会个人工去开单。桃园伫咧推送路边智慧停车，即嘛智慧停车格有2380个，其中影视辨识的智慧停车条啊有274个，地面感应系统的2106个，相信明年全部拢会改做智慧停车。不过真侪人讲智慧停车格老大人较袂晓用，应该是一样价钱，但是你要先去下载下去，但我也不会下载，我就知道可以停而已啊。应该是对年轻人比较方便吧，对那种中老年人，就可能他们就对那个智慧付款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方便。车主或是驾驶者，他没有结合行动支付，非常有可能因为没有单据，这个智慧停车柱，因而忘记要去缴费。高雄就表示，全市总共有26749个路边停车格，收费停车格19709个，用人工开单。会因为顺流的时间，收的停车费会较少。另外，民众若提单去超商纳钱，似乎每年会付超商3000万的代收费。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利用地磁可以做一个在行侦测，我们可以发布停车资讯在我们的官方 APP 上面，让民众可以轻松的找到停车位。高雄局表示，推送智慧开单，也会当进一步互民众用 App 找车位。一若家长要去学校接送囡仔，先将车位共同使用的临时停车区这款特殊的车格，得到互人占用的问题，会当用智慧停车条啊顶头的影像辨识设备，加警政系统连线，结合科技执法，加强停车的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